来关心台北市长蒋万安即马伫日本访问，伊嘛有发表演说，讲到4月份、4月初花莲大地震的时，台北市安怎利用智慧防灾。当家都地区小吃百合子有学了台北市的应变。台北市政府是表示讲，即抓去日本因有3项任务，要参加峰会，要加深友谊，嘛会行销台北。Last month, on April 3rd, Taiwan experienced a massive earthquake, measured magnitude of 7.2. 参加2024市长论坛，而且发表演说。台北市长蒋万安向40个以上的各国市长来分享台北伫地震应变、因应极端气候的韧性城市建设。尤其台湾经过0403大地震，台北市有72派厝是拢起超过30栋。研究指出，若伫台北发生规模6.2的大地震，可能会有超过4900栋的厝倒去。蒋万安嘛强调都更的重要性。At 7:58 a.m. during rush hour, I couldn't immediately access the Emergency Operations Center, the EOC. But we didn't waste any time. Taipei operates on the principle of where there's the mayor, there is the EOC. Therefore, within 5 minutes, we all were mobilized. 小弟包合组嘛学到台北的地震应变，供应对基层软体、硬体整合真完善。台北市政府讲，透过回访日本的老朋友，强化台北的国际连接。小弟要伫2月访台，除了拜会总统蔡英文、副总統賴清德，唯一一個見面的縣市長就是蒋萬安。本日は台北市を訪れまして、蒋万安市長と、両都市の課題、そしてまた、対策などについて意見を交換をいたしました。例えば防災分野での協力、これはもうすでに進んでおります。蒋萬安已經拜訪日本自民黨的前連局和自民黨的副總裁兼首相麻生太郎，嘛邀請麻生參加明年舉辦的雙北世界壯年運動會，希望透過交流來探討未來合作的可能性。記者綜合報道。